我怎么听到龙小弟的求救声了？龙小弟该不会使诈吧？可是万一他真的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不行！住手！龙小弟，站住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！好好好，我不上前，你别动他。这位大哥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杀我的龙小弟啊？你不用管我是谁。若要让我放了他，就拿你自己的命来换。老大，你快跑吧，别管我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别说话！这位大哥，你是哪条道上的呀？不妨说出来听听嘛。你想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的。我要的不是钱，现在你和他只能活一个，你们谁死谁活，你自己选。老大，你快跑！你跑了我还能有救，要不然……哎，你别吓他！不是，这位大哥，咱们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一上来就生死相逼呢？你是不是想要钱啊？你想要多少，你告诉我，我肯定会给你的。休再啰嗦，我要的不是钱，你和他只能活一个，谁死谁活，你赶紧选。我没办法选，我们两个曾经对着月亮发过誓，是一辈子的好兄弟，要同生共死。要么你就放过他，要么你就把我们两个全杀了吧。你真的愿意和他一起死？我不知道是，对不起，慧梅，如果我真的杀了他，你会杀了我吗？我怎么可能会伤害你呢？正如你不会伤害我一样啊。但你却会自杀，以身殉情。